小弟就歸納咗自己昨天及前天5月15及16號上載兩段影片下邊大量嘅留言，就歸納出幾點，再同大家講一講。咁首先，如果5+1真係變成10+1嘅時候，大家應唔應該留喺英國？我嘅睇法係乜嘢？其實好簡單，就係如果大家而家睇下李嘉誠面對乜嘢狀況，就睇下自己應唔應該留低。呢個就係好簡單一樣嘢，睇下成哥，再睇下自己，就呢個決定應該唔難做嘅。咁其次就係點解英國會考慮將5+1變成10+1？其實係香港有太多醒目仔女過到嚟，英國政府見到班人過嚟拗着數，要食2家茶禮，係要賺住香港嗰邊錢嚟英國攞護照俾仔女讀書，諸如此類，諸如此類，或者貪圖英國嘅免費醫療各方面。咁英國就用呢樣嘢就將呢班坐移民監嘅人嘅成本要提高，就想一班呢啲佢唔想留低嘅人咧，就自己去離開。咁如果大家係個 intention 就係本來就要 settle 喺英國嘅話，其實嗰個 BNO Visa 嗰個條件係好過好多其他唔同各國嘅 Work Visa。BNO Visa 佢冇年齡限制，佢冇工種要求，亦都冇收入嘅要求。咁其實大家只係過嚟去真係齋坐移民監就會俾到你。咁如果 intention 係真係留喺英國嘅，其實我感覺 OK 嘅，就等於你打擊樓價嘅措施或者樓價跌咧，係對自己買嚟自住嘅買家個影響不大，咁係影響到班炒家，咁所以呢個就有啲相似。咁至於英文考試要入籍嘅考試 B1 同 B2 嗰個水平大概係喺邊個位置？呢個我就問咗我一位做英文老師嘅當地朋友，咁佢有答案之後，我就會 update 大家。就見到大家講好多其他睇唔同 YouTuber， 我見到其實就係分咗兩類，即係唔係好講實話嘅。我覺得就分咗兩類，一個就販賣希望，一個就販賣恐懼。咁販賣恐懼就好簡單，點解要販賣恐懼？就好似二戰之後希特拉喺一個頹垣敗瓦當中，就同當時嘅人民講，就係我有辦法，跟住我就得啦。你而家個狀況，中國人民已經到了最危險嘅境地啦，你要跟住我，咁大家自然會跟住佢。咁呢個就販賣恐懼，另一個就販賣希望。咁人都係中意聽好説話噶啦，冇辦法，人係中意聽好説話。小弟我曾經做過塔羅師，咁雖然冇收過錢，咁但係我知道塔羅師販賣希望嗰班人係賺嘅錢係會多過講實話嗰班。咁講實話嗰班一定係冇乜錢賺。咁至於點解有班人會對見到香港唔好嘅新聞手舞足蹈，咁咪唱好英國而唱衰香港，變得好唔客觀。其實見到香港唔好而手舞足蹈嗰班人，其實係reinforce 佢做移民嘅呢個決定。可能自己都唔係好 sure 移民係咪正確，咁所以見到香港唔好嘅新聞就會更加去 reinforce 佢做移民嘅呢個決定。其實係唔係好面對到可能自己做錯決定嘅呢個思維，就要不斷去揾理由去說服自己佢移民呢個決定係正確。就等於有啲邪教組織嘅會員，就可能10年20年之後，佢可能somehow知道係邪教，但係佢都唔能夠離開，因為離開就代表佢過去10到20年被傷害以及浪費咗好多年嘅時間。咁可能呢個係點解好多香港人見到香港唔好嘅新聞會咁好。咁所以點解亦都有班 YouTuber 係不斷去唱衰香港。咁香港係咪真係咁差？英國係咪真係咁好呢？咁已經喺英國過咗蜜月期嘅大家，其實心中都有自己嘅答案。咁仲有小弟4年前拍嘅片就已經講過點樣融入英國，我條 link 我擺咗喺 description 嗰度，大家可以 click 嚟睇下。咁其實大致上就係
多啲講英文，咁點樣多啲講英文？就係其實好多義工可以做嘅，咁救世軍啊、Oxfam 啊，更加好嘅，我個人覺得就紅十字會、St. John's Ambulance 呢啲，其實除咗可以有大量講英文嘅空間之外，仲可以免費學 First Aid，咁又可以學急救，又可以多門技術擺喺 CV， 對你揾工都有幫助。咁如果你話自己年紀大或者學唔識英文，咁呢個你自己諗下，喺香港唔識粵語班人，你點睇佢咁？英國人而家咪就咁睇你咯。你有唔學嘅權利，人哋亦都有點樣去睇你嘅權利。仲有就係都係嗰句啦，你嚟到英國，你唔學英文，你嚟做乜嘢啫？係咪？你又唔係真係要俾國安拉，即係如果你真係俾國安拉就另講啦。咁你相信絕大部分人都唔係，咁你過嚟做乜嘢咧？好好地生活，好好地工作。咁仲有就係其實大家唔係好需要聽 YouTuber 講乜嘢，其實你自己新聞啊、Google 嗰啲自己可以睇到。大家亦都唔需要聽我，咁我只不過將我所知道嘅係分享俾大家聽。咁其實我喺呢個 channel 裏邊講嘅關於英國嘅嘢，其實大家如果問翻當地人，我絕對相信講嘅會大同小異，絕對相信係大同小異。咁唔好俾人帶風向，唔好俾人販賣希望，唔好俾人販賣恐懼。其實大家聽一個 talk，或者睇完一段影片之後係好定唔好，其實就係你聽完之後你清晰咗，定係你 confuse 咗？嗱，好重要啊！你係清晰咗，而唔係你舒服咗。你清晰咗之後，可能更加痛苦。咁呢個就係事實。咁你聽完之後，其實我哋食嘢咧，我哋點樣知道嗰啲食物好定壞咧？就係你食2-3啖之後，你坐低等3-4分鐘，咁你個身體會話俾你聽，你會感覺到嗰啲食物好定唔好㗎。咁同聽 talk 聽一段資訊一樣嘅，其實你聽完之後，你自己知道你係清晰咗定係你係confuse 咗。我再強調一次啊，清晰咗啊，唔係舒服咗。清晰咗之後，可能更加痛苦嘅。咁呢個大家要誠實面對自己。咁至於5+1、10+1同埋英文考試呢樣嘢，我會密切留意住。咁我見到有任何資料 update 嘅時候咧，我都會同大家再分享。咁我哋今日就講到呢度。繼續有問題嘅話，留言嗰度可以問我，或者直接 Facebook PM 我都可以。咁我哋就今日就講到呢度先。All the best。